一年阁要结束啊，市府各局处接连办理市政成果发表，要来向市民大众报告因规年来的成绩。也因为今年拄到新冠肺炎疫情，所以这次卫生、环保、警察、消防等局处首长的干部，拢是聚焦伫咧联合防疫政策顶面。到即摆为止吼，咱即摆全世界疫情搁做严重，为什么咱台湾大家咱坐伫遮吼，快快乐乐开这记者会？就是因为咱台湾市咱产官学民咱一起携手合作，尤其是咱局处吼，各局处消防局合作咱救护送医，警察局的外事巡防，环保局清洁消毒，再加上所有市府团队还有议会团队一路相挺吼，让我们台南市到目前为止我们是6都确诊个案最少的，也是目前为止我们的防疫是没有破口的。居家检疫的部分呢，它有可能感染，但是还不确定。它的垃圾要怎么清，我们也会做一些全面性的消毒，包括学校部分，所以我们大概动员清楚了将近1万次。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，让市民更加有感以外，市长王伟哲嘛特别感谢各单位职工朋友的帮忙，才会让台南市变了更好。台南是个志工的城市，如果没有这么多志工来一起帮忙，我光是凭警察，光是凭消防队员，光是凭环保局的同仁、清洁队员，坦白讲，这个城市不知道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志工朋友，有这么多发挥志工精神的市民朋友们，我相信能够让我们城市变得更好。除了卫生局、环保局伫防疫努力，警察局配合防疫执行，列管对象追踪管理数量也高达11800多人次，展现跨局处合作对抗疫情、保护市民健康安全的决心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台南市。